嗨，你睡了吗？我是陈阳。我要跟你分享，我最近去了很多很特别的餐厅，因为有一个朋友他最近正在减脂期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去找了很多很健康的餐厅，比如说像我印象很深刻的，有一家餐厅的炸鸡，其实炸鸡是一种我平常不会吃的食物，只要是油炸的我几乎不太碰。但是呢，这一家炸鸡它竟然用那个燕麦片，然后去裹在就是炸鸡的表面，然后再去油炸，然后呢，我觉得吃起来很健康，而且很清爽。虽然是油炸的，但是我觉得